致死率70%，尼泊病毒殺到印度爆疫，印尼當局堅稱零確診。內地遊客驚爆退票潮，去東南亞呢3種嘢千祈咪飲。呢條片係由沙格米安全套贊助播出。死神病毒尼泊殺到，印度西孟加拉邦爆發致命疫情，目前已經有至少5宗確診，超過100人被緊急隔離。呢種病毒致死率高達75%，而且係無藥可醫。世衛已經發出黃色預警，國際社會陷入一片恐慌。一向都係旅遊勝地嘅泰國，都因為尼泊病毒陰霾下，唔少內地客寧願蝕錢保命而放棄泰國。有嚟自福建嘅遊客李女士取消赴泰行程，機票加酒店慘蝕超過5000蚊。泰國機場亦都針對大量印度客加強防疫，留學生直擊街頭戴口罩嘅人越嚟越多。雖然內地未有病例，但已將尼泊病毒列入出入境監測。香港衛生署亦都隨即宣布，會對來自爆發地區並出現症狀嘅旅客進行健康篩查。據了解，尼泊病毒嚴重個案會引發肺炎、癲癇甚至急性腦炎，患者會由頭暈、嗜睡，迅速惡化成知覺下降、昏迷，死亡率高達75%。即使早期冇症狀，一旦出現併發症，隨時攞你命。印度爆到七彩，鄰近嘅印尼當局就極力派定心丸，強調境內至今係零確診。不過呢句零確診似乎安撫唔到一眾遊客。由於官方資訊同民間觀感有落差，網上假消息滿天飛。網上曾經流傳影片指印尼秘密封城，其實只係旅客排隊出示健康聲明表填報流程。亦有網民喺社交平台出 post， 大字標題寫住病毒來了，泰國機場空空如也，引起熱烈嘅討論。網上影片未必真，但旅客嘅恐慌係真嘅。著名嘅巴厘島蝙蝠洞而家變咗禁區，遊客連影相都唔敢靠近。另外有唔少一早訂好2月去印尼巴厘島度假嘅內地旅客，而家更加陷入進退兩難。有嚟自雲南嘅旅客喺網上出 post， 話花咗3萬幾蚊買機票酒店，但見到致死率咁高，寧願蝕錢都想退票。但最慘係航空公司遲遲唔肯出無損退改，搞到遊客非常頭痕。衛生署亦都再三警告，生椰棗汁、棕櫚汁、甘蔗汁呢3種嘢去到當地絕對唔好飲，因為果腹嘅病毒可能就喺入邊。2026年頭呢場尼泊風暴，一邊係印度嘅確診跳升，一邊係印尼堅稱零病例。夾喺中間嘅旅客正喺度經歷保命定係保錢嘅煎熬。最後建議大家，想知邊間航空公司有得退款，出發前要睇清條款。就算無可避免真係要去到當地，都要避免接觸野生動物啊！Tech9 踢盡香港新聞最 hot 話題，希望大家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繼續支持香港本地媒體平台。